沸腾的火锅，脾气秉性各有不同，不同的城市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气质。而当一口锅子出现在中国最具摇滚精神的国际庄，那自然是要带上点叛逆的摇滚范儿才够味儿。这一锅南方风格的火辣，想要征服清心寡欲的北方肠胃，绝不容易。独家研发的火锅底料，在化开的那一刻，就足以让人不由自主地收紧双腮。名字叫摇滚火锅，若再加上资深摇滚老炮操持，那真是一经亮相就自带名正言顺的 BGM， 要把石家庄火锅市场的这池春水搅一搅了。吃摇滚锅就能想起看二手的这个现场的感觉，然后每次看完二手都要来吃一顿火锅，必须要点一下这个蟹棒，特好吃，真的。别看它只是一个蟹棒，它煮下去一口真的太美了。不想当大厨的美妆博主，绝不是一个好歌手。作为火锅店老板的梁龙，拿得起吉他的手，对锅子也不陌生。偶尔技痒难耐的他，还会来到后厨，为摇滚火锅的菜单添砖加瓦。咱们今天做这个是一个传统菜叫肥肠鸡，但是呢，因为咱们用摇滚火锅底料重新给它又调制了一下，所以算是一个老品新创。这是咱们的半成品肥肠，秘制酱油。梁老板既有叛逆抗争的倔强，也有天马行空的向往。老兄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想法，在事业稳定后逐渐显露，把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一起摇滚起来，就是第一步。它的那种升腾，那种鲜活，对，那种蒸腾感，那种跳跃感，是特别像极了这种摇滚乐的一种现场。那么就把这口麻辣火锅我们定义为摇滚火锅。热辣爽口的牛三件就是迎战饥肠辘辘的先锋。牛肚、牛筋、牛腱，在进入锅子之前，经过一套成熟酱卤工序的处理后，糊在锅底，味道 Q 嫩弹牙，香而不辣。可能也跟当年那种摇滚乐在北漂的饥饿感有这么个引申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什么呢？在锅底会放出一个叫牛三件，就是牛肚、牛肠、牛肉，这么一个拼接方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先把它卤好的东西先放在锅底，只要锅端上来一开，你就可以先吃了。往锅子里倾注的情感不仅于此，店里每样看似平常的食材上，都被老兄打上了再显著不过的摇滚符号。小麦粉与墨鱼汁经过油炸烹饪后出锅的滚石，口感酥脆筋道。造型新颖、入口即化的甜筒肥牛是正宗涮锅的不二标配，而鹅肠、毛肚、黄喉组成的摇滚三拼，更是火爆的锅子里最劲爆的节奏。至于新鲜的脑花，在遭受滚沸红汤的刺激后，入口绵软，也足以证明喜欢吃脑子的不光只有后院僵尸，还有摇滚发烧友。热气蒸腾的麻辣火锅提神醒脑，每一样食材经过涮煮后入口的时刻，都能让周身所有的毛细血孔得到释放。在这样的氛围下享用美食、聊天吹水，大概是每个摇滚铁粉心中最惬意的事情。今天的摇滚火锅格外忙碌，预约午夜档的人络绎不绝。因为就在不足200米远的一个 live house 里，梁龙领衔的二手玫瑰乐队将在晚上奉上一场狂野奔放的演出。
演出结束，锅子也沸腾不止。早已大汗淋漓的乐迷们，终于等到了他们心中的摇滚英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！卸下妆容后的梁龙，像老友般同大家打着招呼。或许，这才是他心中对摇滚乐最纯粹且真挚的情感。其实摇滚火锅，我真实的目的是中国版的 hard rock。我希望通过一种饮食文化，能把摇滚乐的态度和理念和这种文化质感，在这种吃吃喝喝当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去。逐梦的路上，也许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坎坷，但却仍然阻挡不了所有胸怀火焰的人前赴后继。就像是这朵倔强的老玫瑰，即使拼尽全力，依旧寻找着不同方式，让心中那口沸腾的汤锅能够永远浓烈滚烫。